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常常听人讲，好朋友是始终兼换贴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里就是贴讨叶贴第4条。贴本来是讲药包数量的单位，咱讲一贴药啊。另外贴有名片、胶带装、通知文书的意思，像咱讲红贴啊、白贴啊，白贴啊，有人讲是复音。另外，互咱学写毛笔字的键本，咱嘛讲贴，像讲贴本、字贴、笔贴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是放贴啊。字面的意思是讲发好歹事的贴啊，动词拢用放，讲到放贴啊。若一般生活中，咱讲放贴啊，一般拢讲是好事，放招待贴啊。第二个词，读做换贴的，就是结拜朋友，因为感情好，做兄弟，无一定是查甫，过去嘛有女性，互相换资料、交换贴，一般拢是请关公帝君来见证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阿明带新妇办桌放贴啊，特别请亲情50好朋友，嘛请换贴的做伙来闹热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贴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